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1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已经上万人登记自愿参加武汉肺炎预防性人体试验。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讲，家己嘛真肯参加。外交部外交部部长表示，11月20开幕的台美经济对话会议，望讲两国会当签意向合作的文书。远洋公司不满台北市府要求变更大巨蛋的设计，请求赔偿2亿外。后市议员咧批评市府想过头软正。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佫新增加5个对印尼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外国劳工，其中有一个是来到台湾就有发烧，却无主动通报，剩的是隔开14天期间到这来验出病毒。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那这5位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都是印尼籍的移工，那都是来台工作的20岁到30多岁印尼籍女性移工，其中只有案590在10月29号到11月11日之间有轻微发烧症状，那不过他都没有跟这个检疫所的人员通报那只自行服药，所以有关案590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请，因为他是在集中检疫所没有做这个就是诚实的这个申报，就有关他的症状的部分，那我们这边会请卫生局在调查之后再依法来处置过来讲，咱国目前研究武汉肺炎预防性药厂已经有3组进展到第2阶段的临床试验。疫情指挥中心嘛开放予有意参加的民众代先登记的网络系统。主管机关紧急授权，甲第2阶段人体试验的人数提高到3500人，总是对象以20岁过的成年人为主，然后登记者都有机会参加试验。直接站上来。确认新冠甲体重，所落来才去柜台抽血检验，都体检到问诊，每一步拢爱真详细。过来3期新冠肺炎的候选疫苗，上今年底进入2期的临床试验。为着加速临床试验，疫情指挥中心建立受试者的登记平台。若是食药署嘛定出紧急授权条件，对第2期的实验人数超过100人，扩展到3000人，佮加上500名的对照组，而且追踪1个月了后，要确认注疫苗无不良的反应。第2期只要做到实验组加上对照组的话，做到3500个以上然后我们看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用紧急核准授权的方式先让它上市。其实，第一种新药也是新的疫苗上市进程，拢爱进行严格临床试验。第1期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确认新药无重大安全问题，要查清楚敢是会当达到目标的器官，还是身体组织。若是第1期试验成功，就当进入第2期的试验，确认药物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有效性。若是第2期试验的结果达到1期设定目标，就当申请进行第3期试验。不过，受试者的规模会比第2期大真多。主要目的除了要确认新药还是疫苗安全性甲有效性，确认副作用，还有确认有效自卫量等等。若是这届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者以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为主，12岁以上不满20岁未成年人需要摕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过，若是有慢性病的患者，免疫功能较无好的，最近1个月有大手术、做化疗，还是有心，还有饲母乳的妈妈拢无适合。如果说他正好在受试前有呼吸道症状，这个一定会被排除。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处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让他们的免疫机转不是那么好，产生的抗体数不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统计。但是食药署嘛提醒，民众若是有意愿要参加国内武汉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会当去平台来读临床试验的个人意向书的内容了后，才个决定讲敢是要登记。但是登记了后嘛，不一定代表讲会变做受试者，民众也是会当保留敢是要参加的决定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这个网络登记的系统，望讲月底进前就通替药厂招募2万人来参加预防性第2阶段的人体试验。结果到单登记的人数都已经超过1万了。照看，近在年底就通开始第2阶段的实验。卫生部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讲，家己嘛真肯提头参加试验再来。
短短也无到1天的时间，就有超过1万人伫网络登记，自愿要做新冠肺炎疫苗的受试者。为着加速国内新冠肺炎疫苗第2期临床试验的进行，政府头一届建立疫苗临床试验意向的登记平台，协助疫苗研究来收案，希望伫11月底进前招到2万人。有媒体问卫福部长陈时中，敢是愿意带头来做受试者？陈时中表示是真愿意。我也很乐意。那不过这里面我请法规稍微好了解一下，因为我毕竟我是人体试验计划的一个主管单位，好，那是里面有牵涉到一些限制性的规定。目前国内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国光、高端、甲联亚生技等的3间业者，都已经进入第1期临床试验的阶段。高端表示，过去进行人体试验的收案，主要是由疫苗厂合作的医疗院所来负责招募。3000人以上的大型研究，干那收案至少要爱用3个月的时间。即马由政府成立收案平台，会当减少1/3的时间，提早部署。预计12月底会当开始3000多人的第2期人体试验。那么我们是在12月底开始进行这一次的2期临床试验，那么预计在3个月之内收足这个受试者。若是美国辉瑞甲德国药厂合作研发的疫苗传出讲有副作用，敢是影响疫苗研发。但是中强调讲，对相关研究甲临床资料来看是乐观的，不过也是有一寡变数。国产疫苗一定会确保安全，还有有效性才会上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伫 Facebook 公布一张影片，内容是美国的饲猪仔场，猪仔倒伫咧涂骹踹，还有骹头无力。嘛说明这拢是去食到 Rectopamin 这款正肉精引起的镜头。农委会陈吉中注意是讲，影片的内容绝对无事实。国民党南会室咧，就要移送警方调查。不过国民党这边也有应声，讲内容保证正确。影片打开始显示伫咧美国的屠宰场内底，猪都伫涂骹丢咧丢咧，所落来另外一只骹跪伫涂骹皮皮拽徛起来。国民党人民策专家车集打出这段影片，讲猪食莱克多巴胺会破病，号召民众来街路抗议，反对政府进口美国来猪。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讲，这是明年所达州的屠宰场推动快速屠宰。这寡猪的皮皮出影片，主要是咧探讨去互不当对待的人道福利议题，甲莱克多巴胺根本就无关系，是不实的影片。这个100%是移花接木，100%是不实的影片。如果国民党愿意下架并道歉，我们就不会移送给警政单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尽快的来移送给警政单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林维洲强调，影片内容甲国外动保团体动物联盟确认过，确实是莱克多巴胺猪肉的屠宰场，但都要求农委会爱甲因回释的。我们要求他撤告，而且要道歉。我们是不可能下架，因为那不是假的，是真的。这个就是这么用预算用纳税人的钱来告反对党。重新再来看一遍美国动保团体影片，猪仔倒伫涂骹的画面配口白是讲，因为这寡猪去互不人道的对待，转来行甲皮皮拽。到底这寡猪是因为食莱克多巴胺才会安尼，还是去用暴力对待才会行甲皮皮拽？国内动保团体认为讲，虽讲一时间要判断是真困难，不过影片内底确实显示，猪若是有食莱克多巴胺，较会紧张。有研究就是使用来剂对猪只有许多不好的影响，包括躁动不安等等。动保团体在调查的时候拍摄到这影片，这个影片显示的这个状况就跟科学的研究是一致的。早起立法院经委会继续审查农委会的预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呛声讲，但是农委会执意要用人民的税金来对国民党提告，因无排除讲要罢审预算，而且地这风检局甲农委会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立法委员伫咧关心咱和美国的往来，敢会因为选举的结果有变化？外交部吴钊燮部长表示，一切拢真顺遂。11月20日经济对话会议，也望讲会当签两边合作意向的文书。另外民众若伫咧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 Facebook 留话写着台湾，字句就跳袂出来。吴部长嘛讲，咱已经有甲对方抗议了。美国总统大选目前将要由民主党籍拜登胜出，外界烦恼台美经济对话甲美国对台政策敢是有变数。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台美对话机制未受到美国选举的影响。
20人国代表团会甲美国国务院进行头一届台美经济欢迎伙伴对会，由经济部处长陈正奇领团前往华府。经济部长王美花坐镇台北，甲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视讯。会中将聚焦5G 清气网络供应链等议题。高在石表示，有希望伫这一摆对会建立台美对话机制，进一步签署 MOU。本月的20号，我们的代表团就会在华府跟国务院所率领的这个团队来进行密切的这个咨商。大胆问一下，成果这一次20号的对话结束之后，我们会签署什么东西吗？希望能够有一个MOU 能够签署。那如果说 MOU 签署的话，就固定的成为我们就是两方政府签订的一个 MOU。国民党立委认为，外交部应该对拜登团队设定具体外交目标。另外，美国联邦参议院改选，乔治亚选情无人得票超过50%，将伫2021年再次投票。美国两党对参议院控制权将到明年1月才知影。共和党伫参议院依然是掌握多数。你认为国会这部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原先的估计就是说，可能在参议院里面共和党还是会掌握多数，但是因为票还没有最后。WHA 互会进入第3天，有网友发现，伫 WHO 的面册直播上留言，台湾都会互掠掉留言，也引起台湾网友纷纷上 WHO 的面册成员用中文、各式的网络符号来凸显台湾，感到非常的不满和遗憾。那我们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我们的抗议。外交部长表示，已经对 WHO 提出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同款的由台积电公司的创办人张忠谋代表总统出席。早起台湾人权促进会这挂团体出面望讲，张董事长就要借机会表现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替人权出声。甲拢总400几个伫咧中国国内失踪、国际上当咧拍拼解救的对象，斗争取自由。人权团体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今年 APEC 台湾代表应该积极伫 APEC 后2020环境中提议，达至人权平衡，包括提出有后病机制亚太人权法院，向中国提出伫中国被失踪的国际救援名单。应该要把这份名单在会议中公开的向中国政府去要求，至少这402名的这个人权受害者，应该要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今日经济领袖代表再次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总统府主要交付2项任务，包括负起宣传台湾防疫经验甲贡献，甲鞏固台湾伫全球供应链地位。另外 ，APEC 双部长会议是由国发会主委姜明新甲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2个人代表出席，将伫16星登场。郑振中表示，因为这一摆受到疫情的影响，只会当透过线顶视讯会议交流，只会当照议程行，时间无够，人权倡议恐惊真歹提出。前都是要2天的会啊，现在大家就把它浓缩在几个小时之内，大家应该都会集中在他定的这个议程、原定的议程里面，防疫的合作啦，未来 APEC 的走向。郑振中强调，今年 APEC 讨论重点伫全球防疫合作，也佫有多边组织发展结构等。另外 ，APEC 后2020环境也会邀请各国领袖共同发表意见。人权团体认为，人权甲贸易袂当分，人身自由甲安全是当前亚太经贸发展重要课题。因为要安心做生意，就需要互人权得到保障，尤其是甲中国做生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振兴三倍券发落市民到单，已经创造超过1000亿的经济价值。尤其小卖甲餐饮业9月营业额是有史以来上介好的一档。他行政院也宣布要搁加发3倍券，互去年奉献迄寡外国来的新妇牧师，搁有邦交国的大使这款外交人员，拢总有13000几名外国人士，会当当作耶诞节进程政府的心意。
受到疫情的冲击，政府本进行3倍券来刺激国内买气，目前有超过2297万人，超97派台湾人已经领用，预计创造超过1000亿的经济效益。现今伊统计，包括小卖业、餐饮业，伫咧9月份的营业额拢创这几年以来新高，3倍券成功带动内需强滚。针对这件代志，现建议宣布扩大3倍券分的对象，会有13000个外籍人士受惠。邀请他们来共同参与今年最重要的刺激消费的政策，让他们一方面能领到这份设计精美的小礼物。一方面也共襄盛举，去带动整个内需的消费。现在强调讲，这寡伫台湾的外籍人士，真侪对台湾拢有真深的感情，包括认同台湾有特殊贡献，也是伫台湾的外交使节，长期伫台湾服务人民的薪资人员，所以特别经伫咧感恩节、耶诞节进前送这份礼物来展现台湾真当的人情味。费用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费用里面这边来做相关的一个支应的哈，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领取的一个资本券啊，事实上还有剩余，我们透过这个部分的剩余，可以来充分支应。经济部表示，符合规定的外籍人士16开始会当领3倍券，提永久居留证的人会当采用邮局来领所谓白订的2种方式。提官员籍的人，外交部会透过专案来协助来分抓本的3倍券。若是会增加外籍预算，经济部表示会用剩余来抓本3倍券来应用，唔免变新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虽然台北市当伫咧建设的大巨蛋8月就已经重新开始施工，不过负责工程的远雄公司哪像是不满市府要求变更设计，未来的百货场甲影城，拢都要搁摕入去真济，也已经出面请求2亿外的赔偿。当然有市议员伫咧直讲，莫非市政府就是伤过头软正，远雄才会敢软土深骨。大巨蛋停工5冬，今年8月复工，台北市长郭文铁要拼伫咧任期来完工，因过市府甲远雄的零营运权利金的争议也未解决。如果团讲远雄不办伫去年台北市都心委员会决议，商场甲影城的建筑物一个地面空间，总共该退求503.09平方公尺，已经向市府要求赔偿2.19亿。对此，台北市议员批评市府和远雄好欺负。在软土深骨，浪费了5年的时间，白走了一招公安部分让步。现在远雄还找得到理由，他没有办法这个按时完工，还找到理由让台北市政府还要再赔钱给他。我觉得这真的太好笑了。远雄证实，因为原本的投资计划书顶头的报价不符合现主席的状况，已经对台北市政府所要求的部分做出变更，提出要求赔偿。原来是不是想要把赔偿金换算成做35天的营运期，来增加 BOT 的营运时间？远雄讲一块协商，主要是跟这个土地执行计划书不符的地方，不管是面积或者是在有变更，可能本来就是双方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啦。它是用营运期的方式，不记得是用现金的方式嘛。远雄如果要来进行这个球场的话，其实是要进到协商委员会里面来做协调。台北市政府强调，一切拢爱建立协商委员会协调，会甲远雄继续讨论。而针对远雄所提出的营运财务计划，台北市政府会重新检视相关的财务状况，评估超额利润的谈判。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香港政府照中国官方的决议，宣布立法会内底4个民主派议员竞选连任的资格取消。结果，昨有另外15个议员同齐出面做伙请示职务。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因一定会继续制裁阻挡香港的自由迄寡人。另外，德国、英国和澳洲的外交部门也有咧关心这件代了。香港民主派4个立法会议员去政府替代议席，其他15个民主派议员11月暗就随宣布集体请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欧志伟批评中国人大决定是喊呱呱。According to the basic law, there are separation of power under the stipulation of the basic law. But today,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mply say that all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will be taken away and all the power will be centralized in the chief executive. 立法会12属会嘛是民主派宣布总辞了后头一届的大会会议，已经宣布请示民主派议员林道定伫咧大楼的栏杆挂被捕条来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立法会主席梁君彥开议进前接受访问时阵表示，会搁来讨论后续要安怎处理。第一樣嘢咧係未試過有咁多議員總辭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多議程咧，
就係包括佢哋嘅議案嘅。咁我諗我都要秘書處同我哋傾傾，究竟佢哋琴日總辭之後咧，我聽到有話唔會再參與立法會嘅事務。針對這個代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發聲明指出，北京嘅行動會使講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甲基本法，而且經過會繼續制裁迫害香港自由嘅人，包括英國、德國甲澳洲外交部嘛分別發表聲明對這件代誌表示關心，而且強調講這個舉動嚴重損害香港高度自治甲自由。中國外交部是表示，對中國人大決定合情合理、合法合憲。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說三道四、插手干預。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是譴責部分反對派機關宣布總辭，各一個表明甲中央對抗到底立場，是公然挑戰對中央權力甲基本法的權威。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講，頂日美國輝瑞大藥廠宣布和德國同齊開發迄支武漢肺炎的預防劑，效果有90%了後，歐洲聯盟這邊已經先反覆2億劑。另外巴西也閣再引進中國的藥廠去合作迄支的人體實驗。閣有俄羅斯也講因研究的產品保護力嘛有90%外。世界衛生組織 WHO 是講，望明年全球都有2成人會當注到預防劑。在歐洲感染而過身的人已經超過30萬。歐盟這幾回在10月講，已經甲輝瑞一個德國的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 買3億劑疫苗。根據協議，歐盟27個國家會當買2億劑，我再看情形決定是唔是要買另外1億劑。We await now for the next results that Pfizer BioNTech will announce, and of course, for any vaccine to be available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it has to receive Europea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自從輝瑞藥廠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因所研發的新冠病毒實驗性疫苗的預防保護力效果有到90%了，全世界對疫苗的需求變作重大議題。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確診數超過32萬的以色列，在也無正式簽約的情形下，已經宣布正在甲輝瑞談採購。進前甲中國合作研發疫苗，最後實驗性階段被劃定的巴西，如果宣布要恢復實驗。雖然過程中被批評政治操作，不過1萬名受測者最後依然有希望閣轉去實驗室。俄羅斯也無輸人。講因國家所研發的史普尼克5號疫苗有效的保護力達到92%。美國的莫德納生技也發表關鍵性的實驗報告，講已經摕到有效的數據，並且開始分析，上緊在這幾天到1禮拜就有結果。世界衛生組織在10月講，希望在今年全世界攏會當量產疫苗。We need more vaccines. We need the follow-up. What we're really aiming for is that in 2021, that every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is able to immunize at least 20% of their population. 世界衛生組織也規劃自預防劑的順序，醫療人員是大人也個囡仔有優先權。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日本這邊武漢肺炎那像又閣再嚴重擴開。總統日本新增加1543個民眾染病，已經逼近過去患者通報上蓋濟一日。尤其北海道連續7天新增加的患者，攏已經超過100名。日本新冠病毒疫情又開始拖，當地11暗時大阪宣布一天增加256人確診，各地縣府嘛陸續發布創下一天新冠紀錄。1日あたりの感染者數としては過去最多と。今日70件、過去最多。1日あたりの感染者數としては最大となります。增加開始感染原因主要是群組感染的團體數量增加，像新市增加的16名病人內底有15人，就是難預兆檢測數的原因，和規個件數80多個人攏愛居家隔離，件數堅調愛全面消毒。疫情上大新嚴重起來，北海道增加了197名病人，連續7天新增患者攏超過100個人，各有3個人死亡。而東京增加了317個確診病例，嘛是佇個8月20以來，各一擺有超過300人的感染記錄，和專家判斷日本特別進入疫情流行的第3波咯。波としては第3波にと考えても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感染をこれ以上広げないために。引き続き手洗い、マスク着用といった
基本的な感染防止対策を徹底していただきたい。过去1个月以来，日本各地都陆续创下一天感染人数的新高。11日全国增加感染人数有1543个人，有12个人因此死亡。最近8月7日，一天上济感染人数的1596个人，嘛，互日本的医疗体系开始出现了警戒。这个月初3开始，日本国内疫情的综合评估提悬到第3阶段，各地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25%，沖縄更加是达到43%。另外，伫当局推出的国土振兴各类活动内底，嘛传出至少有参加者130个人因为外出旅游而感染确诊的状况。和政府搁一摆提醒，要做好防疫措施，而且伫12日召开专家分科会议，拍算延后放宽未来活动的规模。记者来从整理报道。原来讲，澳洲的警方侦破一桩大规模虐待甲操打幼囡仔，佮录影放起咧网络的案件。干那澳洲国内受害者就超过46个，目前已经抓到14个嫌疑犯。上较凄惨就是其中也有熟悉的人借机犯案，甚至澳洲政府佮查出有个人犯案了后脱走，但伫咧美国迄边也抓到另外3个歹徒了。澳洲警方伫当地时间10日宣告侦破规模前所未见的跨国虐待囡仔案件。嫌犯涉嫌虐待性侵囡仔，抑搁将相关影片放伫咧网络顶散播，抑搁侵犯4只动物，干那澳洲受害者就46人。46 child victims being identified in Australia. The age of the victims is between 16 months and 15 years. 14 men arrested with 828 charges across New South Wales, Queensland and Western Australia. 澳洲警方1年前就开始调查这个虐待囡仔案件，因对美国所提供的资料，追查到几落个查甫人，顶个月开始分头抓人，不过每抓到一个人，就会发现更加侪嫌犯甲受害者。更加害是加害者包括熟悉人，其中一个是骹球教练，另外一个捌做过托育人员。受害者内面有16个囡仔来自同一个托育中心。No child should be subjected to abuse and violence from the people they trust, whether that's a family member, a childcare worker or a soccer coach. Sadly and heartbreakingly, this has been the case for the victims. 这系列的虐待囡仔案件牵涉范围正宽，遍及欧洲、亚洲、美国、加拿大加纽西兰。澳洲警方已经移交146件案件，和涉入国家的司法机关，其中美国已经抓到3个查甫人。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规定讲，民众所申请的外国看护入境了后，拢得爱去住集中检疫所，隔开14天。就因为检疫所的房间数无够，有真侪民众手续办好啊，却抽无扣啊。外国劳工一直无法度来。当然有立委出面斗争取讲，政府得爱另外设法，互遐的看护人员赶紧入来斗骹手。天天打电话问中介床位有没有，结果都说在等，在等。厝内有2位老大人需要照顾，申请的看护义工都是无法度来。那小姐唔知要安怎办，刘小姐也有同款的难题。伊周期为什么只有社福类义工入境爱去住集中防疫所？没得选，大家都必须塞车等，那抽签抽不到就是不断的等，不断的等。立委林奕华指出，集中检疫所2800床，劳动部不到1500床。因过逐工申请入境的社福义工有200-300人，逐工消化100床。山顶也有2500名社福义工登记，请问要安怎消化？另外，抽口啊也无法度反映家庭需求，有偌重要。我们有征用中部一家，那大概可以增加100多间了，那我们预计在11月16号就给它征用。我们预计在就是下个礼拜2，就是1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就会改采就是 Visa。如果你先取得 Visa， 就表示这个移工已经准备好，事实上是可以进来台湾。对增加床位，10日开始改做先提到签证先入来。雇主认为，有关无法度解决问题，强烈呼吁像雇主欠付钱、签设计师和看护工比较事业类义工，到防疫旅馆也是宿舍地处检疫，那烦恼也会当加采检几摆，毋是只有住伫检疫所一种配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北市社会局对月初就开始规定，拢去捡伫咧台北车头内底迄个家友，你是着爱甲被铺衫裤甲行李，拢从地点社会局所提供的落架内底，集中放互共所在保管。今日起，阁会实施检查。
毋过嘛有家友咧反映，确实都无够底，望社会局和代替都爱当面听因证人的心声。台北车站南边的广场，伫咧 K1 加 K7的区域，分别规划一个棚架啊，伫咧初二开始要求国友，甲所有家伙拢收入去社会局所本的黑色的袋内面，逐工早起7点到暗时7点才正，互保全集中管理。不过新的规定引起部分国友的反弹。所谓的一袋搞定，我麻烦你把现在这些东西你把它装进去。你装给我看，你怎么装？你装得下吗？然后我们每天早上为了要收行李，就是这个样子，要死命的把东西捡进去。国友甲人权团体伫咧社会局公告，12早起9点开始起早时阵开记者会，因质疑这个黑色的底价被抗因的棉被加生活必需品是钱袂落，要求官员检出倒一寡是无必要的家伙。这个1人1袋是我们106年开始到今天的一个共识，那只是很遗憾哈，这1、2年哈，就是确实部分的少数街有这个物品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官员讲，社会局所本的袋啊，和103位国友，也过有6成愿意集中保管。国友强调，长66公分、宽10公分、悬79公分的袋啊，那种棉被一寡保暖的物件就满啊。希望社会局会当改良修正。置物袋不够，包括置物空间、露天，会让家当湿掉、被偷，这已经明显的显示出无家者的需求跟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共识。社会局是搁再提供影片证词，讲甲棉被、困袋啊、外套，抑个面桶这款物件拢藏入去。不过成员的人权团体讲。照因的调查访谈，有9成的国友反映讲袋啊无够装，希望社会局会当开协调会，让国友有机会表达诉求，参加政策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昨暗透暝，桃园市中立街桃园客运的总站，来一个19岁少年家，竟然规台巴士甲人偷驶行，因为拍速操作了无熟手，搁去下着路边的别台车，甲人点头的看板。未受警方也已经将伊压制落来，以窃盗的罪名送法办了。对监视器看到公车被开出车站，12透早伫咧桃园中立，一位19岁姓蔡的查甫人偷开桃园客运的公车。因为敢若对公车的设备无啥熟，袂晓驶，伫总站先弄到停车场一台公车，半路搁回到路边的车甲店的看板。他自己拿钥匙，对，他会开这个哦？应该是不会开。当事人你们认识吗？不认识。我家破窗。警方讲，接到报案了，赶到现场甲车动来，甲窗仔门撞破了，人掠出来。警方获报后，火速于5分钟内于龙岗路与永乐路口发现该失窃公车，施以强制力破窗逮捕蔡姓嫌犯。警方调监视器发现，伫案发前，这个查甫人伫咧总站四轨上，趁司机入去站内休困时阵，偷偷甲车开走。警方讲，这个查甫人无头路，偷摕迄当阵，敢若情绪无啥稳定，先送病，结果登去派出所做笔录。专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去年云林县理伦街一间米甲，甲县府申请要伫旭光国校边建设一间留国塑搭和保存的厂房。因为近来都要动工，早起也有将近400个村民去到议会门前抗议，惊讲厂房起落去会影响空气甲交通种种。未受经过协调，米甲的业者也讲，肯要另外找场所来建设厂房。村民规条地上定情书，不管婚林地轮有一间米厂，无甲当地民众开说明会，就准备动工去加密中心。我400名理伦村民由北部调化抗议口号12早起来到婚林县议会陈情。拢风杯沙就甲影响甲都算大家都忍受袂了，我即摆过来切个烟的哦，所以阮这村民极力反对就对了。当地村民表示，米厂申请的航测甲中心离理伦旭光国小只有140公尺，当地原本就受到漏水溪营业危害，那兴建了后，恐惊也阁有路灯风雨，加气噪音甲大车经过校园有交通安全的顾虑。希望县内机关、县府会当甲业者协调，另外找地点兴建。一定爱下面沟通协调，叫因一定袂使去
重点就是讲叫因所谓伫较庄外的所在、无影响的所在。阮嘛一直甲伊沟通到目前为止，伊愿意迁离这个所在，所以我一定会辅导伊进入这个工业区，甚至到专区内底做农民的服务。云林县府表示，这间米厂原本预定以1公顷外的农地兴建烘切仔甲存货中心，会当收690公顷客座公粮服务农民。即马从面对地点有所考虑，县府甲米厂业者协调有共识，将由县府辅导另外找县内工业区兴建加米厂。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完来看台南海巡署接到线报，伫咧一只平湖籍的渔船，当要驶入台南的将军渔港迄阵，上船查出市价大概800几万，对中国走私过来，伫咧台湾海峡中间线交汇的大只毛蟹。姓罗的船长和4个船员也拢已经移送法办了。海巡人员利用探测器检查上水，看船舱内底敢有偷藏物件走私。确实，từ船舱内底发现一卡的玻璃龙鸭肉，甲拍开来看，内底倒的全部拢是对中国走私来的正侪问题。我们在渔舱内查获这个大陆闸蟹，有2288公斤。那我们初步在看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发现这个品质非常好，那大概是我们台湾3A 等级的这个品质。这只平湖渔船涉嫌甲中国渔船走私từ台湾海峡中线买无800万的高级门花，海巡署台南查缉队接到线报，吹查探渔船驶入台南将军渔港的时，顺利撞到走私门花，也因为爱顾全防疫，海巡人员防护集中落清点走私。我们当初情资研判它是可能会从这个外海去接驳，那可能会跟外籍人民来接触。那为了防疫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防疫的部分有特别的注意。乌心业者上船秋冬时民众爱食中国真侪门花，竟然上空上芳，利用走私来赚乌心钱。民众若食到来路不明、无检验过的门花，恐惊危害健康。涉案的4路的船长甲3位平湖船员，一个中国船员，总共5个人由海巡署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大陆区国家公园北洋步道外口边的大路边，近来有不少台湾米狗咧抗出抗入，甚至阁有高山仔会软入去人的车内要找食。但国家公园的管理处也提醒民众讲，台湾米狗真够便味，食食咱就唔通放车内，车窗也着会记得关好吧。会当看到影片内底几啊只台湾狗，甲这台轿车围条咧，因为头毛无乖，其中阁有一只狗已经入去车内底底下敲来敲去，车外口的游客因为找无车主，嘛唔知要安怎才好。另外，伫咧天上游客中心附近，嘛常常有狗出现，有诶阁会抢游客食食。好吓人哦！那车子还是要把它停好，关好。那食物也不要放在车上。在天祥的 7 那里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出来的时候就是被猴子抢死。台湾处表示，台湾狗虽然已经唔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毋过伫咧国家公园内底，野生动物也是受到保护。除了袂当饲因食物件以外，嘛袂当伤害。呼吁民众落车时阵一定爱甲头门关起来，避免动物入侵。猕猴它是相当的敏感，那它知道有食物的话，它一定会想办法去获取这个食物。那在过程中难免会有伤害游客的一个情形。那甚至在停放车辆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车辆是不是紧闭。另外，台湾所早就伫咧天上游客中心，也是有狗出现的所在，有采经过标记，呼吁民众甲狗保持距离，唔通饲因食物件，违反的人会罚3000块的罚款。另外，针对无法度控制的狗，卖甲因抓起来，再搁带去别个所在野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到南来讲，屏东科技大学近来针对机器人科技的进展，特别建设出一片机器人工程师的考试场来利便学生。尤其这还得到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的认证，脚步确实踏伫咧时代上头前。学生唔敢放松精神，斟酌操作机器手巧。数个灵化惊细少影响台湾人力真少缺。为了解决欠卡手的问题，市场当中传统机械整合电子技术的需求是愈来愈重。屏东科技大学就认为，机器手巧代替人工加速未来的趋势。
所以学校针对机器手巧，唔但加强学生编写听识、操作机器的能力，佮建立机器人工程师的技术考试场，就是望要去做完善的教育场所，让学生会当实务操作、可照清白，提升多元的能力。我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就业率，然后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提升我们学校跨域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业机器人不是只是适合工学院的学生。包括农学院、兽医学院、管理学院的学生都可以来修这门课。学校表示，机器人工程师的技术考试场拢总建伫6台机器手巧，配合种种无同款的设备来应用，也学生拄开始操作，因为较无熟手，机器手巧才袂卡到其他的设备来损害机器。所以学校专工设计一套辅助教具，协助学生熟悉机器、练习操作的技巧，互因会当安心学习，免阁惊期待会因为家己使用不当来歹去。那他考试的时候，那个题目是他是用抽的，抽的，所以你变成你的程式要会有做高度的堆叠的这个计算，所以变成这个就是模拟工厂里面机器手边用最多的，就是起料、加工、再放料。学校应变市场的趋势，建立工业机器人的实验室，教学结合无同款的领域。实验室佮通过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认证，正做技术考试合格考场。学校希望利用这项优势，协助学生未来进入职场，有更加完善的能力，和人比拼。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医疗来讲，心脏受损害患者开刀了后，生活自理的负担确实也真重。但医学界已经研究出会当减轻患者出院了后对照顾的亲人依赖的办法，就是经过心脏肺部复健的训练，还有网络监视健康变化的系统，尽量来协助这款患者控制病症。58岁老女士即摆会当毋免人甲看，地使行100公尺。这对一个1年前捌经过心脏衰竭，佮捌使用叶克膜来救命的心脏病患者来讲，会使讲是重新活过来。伊上大愿望就是会当搁一届去高雄爬山。那像手摇机，我现在可以到4。那脚踏车，我刚开始也是1，我现在进展到5，因为自己想好，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目前我还不行。我希望有一天我还可以再去9份。伊甲家己讲，活落来就一定袂当麻烦别人。老女士配合医师甲复健师，拍拼伫咧进行复健。医师指出，心脏功能受到损害的患者，伫咧药物手术也是侵入性的治疗了后，心肺复健会当降低15至31%的死亡率，甲无复健的人比起来，会当提高8成的心肺功能。血管有通了，但是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复健，它四肢的肌肉的一个耐力、一个力量都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所以他的日常生活品质还没有办法恢复。大概比介入之前的话，大概都可以提升8成以上的一个。主要我们比较客观的一个证据是用最大耗氧量，我们会做一个心肺功能测试。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记录病人的这个耗氧，每分钟每公斤消耗多少 cc 的氧气，大概都进步的幅度都可以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心脏科医师嘛指出，透过心脏复健，病人出院1个月了后，佮住院的几率嘛都13.1%降到4.1%。心脏复健嘛是一步一步的增加心脏的工作效能，而且透过网络甲医疗团队来进行身体状况的监控。医师指出，心脏复健的介入会当有效提高恢复了后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过去真侪对外国来含咱台湾人同性恋爱的判例，因为也无法度合法登记结婚，拢用别款名目申请签证入境。毋过即阵因为传染症签证到期了后，就无法度搁再来。当台湾判例权益推动联盟即个民间团体，也望讲政府就要重视这款问题，斗排解。来自马来西亚的阿唐甲台湾的同性伴侣感情真稳定，厝内人也真支持，已经办过制作迎娶仪式。台湾目前抑阁无法度跨国共婚，阿唐为了要留伫咧台湾，申请学生签证，自35岁开始读大学，读到即马硕士班，已经39岁啊。伊担心万一硕士毕业，无伫1年内伫台湾找到工课，就要登去马来西亚。甲伊伴侣分开2个所在，时间过得超快。然后我硕士在2年，也是可能一转眼又到了。然后那时候，如果我还是没办法顺利的找到工作，我必须要回国。那之后我要再过来，我们可能要花费一大笔的费用。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指出，
有真侪跨国的同性伴侣，伫过去拢是以申请观光签证、学生签证或者是工作签的方式，才当来台湾甲伴侣做伙。不过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人签证到期就被迫分开两个所在。真侪感情稳定的伴侣本来就打算要结婚，不过因为法律无法度登记，面临着无法度登记居留的困境。那遇到了这个疫情，非常难过。疫情指挥中心没有做任何的配套跟开放以前，他们的观光签3+3就是到期了。那到期了之后就只能出境。台湾伴侣联盟建议，行政机关会当先透过函释和跨国共婚，在实务上有依据，再个进一步提出修正草案。也希望移民署会当放令同性伴侣伫台湾居留的相关办法，和跨国同性伴侣会当享受到家庭团聚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由妇女救援基金会所经营纪念慰安妇的阿嬷兜人权博物馆，因为收入都拍袂过，11月初10已经停止运转。不过文化部这边也表示讲，未来会继续补助。按算明年4月，这间人权博物馆就会伫新的场所重新搁再经营了。即个若无以后无留咧，阮其实嘛真毋甘啦。一拍一拍的电火，甲阿嬷画的加工笑好光，代表阿嬷的人生随风坎坎坷坷，要是充满希望。来到这间全台湾头一个由民间组织成立专门推展慰安妇故事的阿嬷兜人权博物馆，就会使看到阿嬷的作品。不如过傅元辉讲，经营阿嬷兜4档了10外班，伫咧11月初10已经关门。房租真的是太高了，捐款的那个金额也比较少。第2年、第3年有门票收入的时候，跟一些商品的时候，才有这些商品的一些收入。很多活动要去做宣传，那需要人力，那人力的部分也是需要一笔开销。傅元辉讲，以社会福利团体的力量经营这种长时间展览的博物馆，包括场地、装潢、人力、第一线的慰问和陪伴服务。今年平均每个月爱开60外班，不过今年正月到10月有向文化部请到的补助，才73万元。提倡妇女权益38档外民间基金会认为，未来阿嬷兜应该和政府相关的博物馆做伙合作，到宣传也增加连见度。它有没有可能是例如说民间跟政府一起合作一起经营？但显然阿嬷家可能还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资源会缺乏。是一个当然是物理上财务的支持，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文化资源上的这种互惠这样子。安那文化部是表示，这5档拢有徛伫维护文化宾馆、保障多元族群有发声机会的立场，助赞阿嬷兜永续经营。未来也继续研议补助的金额。在这个之前，文化部也召开2次的跨部会协调会议，我们邀请了卫福部、国产署，还有这个台北市政府那个共同来研议。那后续文化部也会尽可能的协助必要的经费来补助来帮助阿嬷的厝会重新开幕。刷入去阿嬷兜会刷去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3段瓦近捷运民权西路站的办公大楼，按算明年4月份重新开幕，也固定时间换无同主题，缩小规模展示，减少支出。也期待阿嬷的故事会当继续留落来，刺激社会实践女性平权。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再来讲，顶月日，南投关新义乡推出走音节观光活动，其中亚阵的祭典就是原住民不论这族掠猪仔的比赛，尤其乡公所阁有重新改良比赛内容，总是游玩要来考验出不论族勇士的智慧和体力。5、6个查甫人把山猪围起来，刷落来爱想办法用绳啊，把猪仔的4支脚绑起来，做伙跟猪伫运动场走一轮。这个时阵，大家已经走甲皮皮喘啊！望美村以及丰丘村加油！跑步上山，然后去拿弓箭射猎物。那我们现在就替代为猪。那射完之后，那我们又再
把山猪扛回来。民众们都很热情，那今天一天下来哈，场面一直都热烈不断哈。那有些我们的机关单位也参与了一些某些部分活动，真的是永生难忘。不论拍蜡掠地的传统，考验勇士的体力甲智慧，经过改良，油外真趣味。唔那原住民部落组队，这摆包括新木川、毛派人参加体验。我们没有分什么汉人、原住民，我们没有分。其实我们早就融合了。其实参与这个手拉哈手类抓猪的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的有趣哈。也是表现团队合作的一个部分哈。不论传统的杜曼纳努，也就是掠地比赛，进前有互人批评。不过即马改良变做较趣味的过关比赛，嘛保存原来的拍蜡文化，会当互不论继续甲杜曼纳努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农业时代草厝啊，即马是已经真罕见。新德县内底新下厝文化保存区，即站当地咧举办大地艺术季，只有用稻草打出一间，互幼囡仔来遮出入佚佗，了解农村生活的新处境，确实是真用心，佮真艺术。预备，Go！大家已经放进帮啊，才有大捆的草因，总是有淡薄啊向前山顶动。另一边是用稻草起的草仔厝，内面阁有公树，囡仔生甲真欢喜。为什么稻草屋会被吹掉呢？因为大野狼这是牧草的，然后大野狼会吹走，然后风也会啊。我们就是利用童趣的方式，想说让孩子在都市里面可以感受到说，其实我们以前农村生活是怎么样的状态。主要的发想是说，我们以3只小猪来作为发想，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大野狼设定为一个就是坏人的角色。其实他做到最后，其实大野狼比较像是跟着小猪们一起在这里玩乐的一个状态。2020新华厝大地艺术季，这届特别用稻草来拍做大野狼甲3只猪仔囝的故事。真侪时代看到久无看到的草仔厝，刷想起囡仔时的记忆。他就说他以前住过这个房子，然后他在跟我们解释说，其实以前的茅草屋也是不会漏水的。那以前的茅草屋是2层，那我们做起来只有1层。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这个会漏水哦，你们要不要再补强一下啊什么？可是他其实当下还蛮感，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稻草屋的感觉。主办单位讲，这个活动除了想要让今卖囡仔体验农村生活的趣味，也当了解过去稻草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也有资源循环的精神在内。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英国农村内底不时拢嘛有通看到人牵牛去做事的情景。但云林县的土库国校嘛特别邀请农民，搁再甲牛牵入去学校，这嘛是要让学生囡仔搁较了解土地变迁和农业进展的过程。那有牛出现伫校园内底，原来这节课的老师就是这只牛。云林土库国小特别请在地的农民，甲遗弃的牛带来学校。让学生囡仔更较认捌牛。土库镇它是早期是一个牛墟的买卖的教育所，但是他们这一代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们就是把牛引进到学校里面，跟小朋友来做互动。过去的农业时代，常常拢通看到人牵牛来做事，不过伫即马是真罕得看。这节课让学生囡仔知影。古伫台湾传统的农业社会是这样重要。透过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小朋友能够很接近牛，让他知道牛其实在我们台湾，早期的农村文化里面，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哦。那我希望借由这个今天的课程哦，我觉得可以凸显几个意义啊。第一个是它是一个体验的教育哦，第二个意义就是生命的一个教育哦。进来教学很好，就是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一些跟牛互动的一些感觉，然后也让我们知道一些关于牛的知识。这堂课真的是获益匪浅。和牛做伙上课是一个真趣味的经验，体验教育和生命教育嘛，伫这节课展现出来。相信经过这个课程，学生囡仔对牛，佮有家己的土地也更加熟悉。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明仔载因为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东北部含大台北地区的山内拢会落着雨，搁有北部、东部含东南部有寡地头也拢有短暂的阵雨，甚至变大阵雨量比也有可能。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2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0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6度。金门、马祖、澎湖19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